今次去到蓮塘站，一間新開嘅影院足道，環境相當乾淨企理，陽光房、淋浴設備、飲品、生果、小食、糖水都係免費提供。而家仲有優惠價，99蚊做60分鐘足浴，仲要係獨立房間，可以邊睇電影邊做足浴。係蓮塘一間性價比高嘅影院足道。想知道近期有咩好玩好食，就跟我嚟啦！喺出發之前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，最重要就係將個影片分享出去。我哋今次去嘅影院足道叫做木島，佢喺蓮塘站。如果搭地鐵嘅話，可以搭2號線去到蓮塘站嘅 D 出口，上咗地面之後一直向前走，嚟到第一個路口可以轉向左手邊，跟住高德地圖，大概5分鐘就會到。呢間木島影院足道芬香 SPA 頭療彩耳，今年4月先至開張。有足療，有 SPA，還有個中式按摩。明白。我想問咧，如果原價同會員價點樣可以俾到會員價？說第一次來都可以享受會員價。每週二是我們門店的會員日，就說這所有的項目當中再打8折。呢度嘅收費，如果第一次嚟嘅話，可以用會員價，之後就可以充值繼續用會員價。而且每個星期二所做嘅項目會打8折。買大眾點評或者美團都會有優惠。喺上去做按摩之前，可以喺大廳飲下嘢，食下生果。呢度提供清涼茶、樽裝水、雪碧、可樂，上面仲有啲小食、生果、養生茶、奶茶、咖啡，而西瓜、哈密瓜、糖水等等，可以同職員講，切好就會攞過嚟。食完生果之後，就可以上2樓按摩。首先望下佢哋嘅環境，環境好優雅。呢間係1人房嘅 SPA 房，好舒服，有陽光可以滲到入嚟。仲有足療房，可以做下足浴，睇下電影。有時放假過嚟放鬆一下，按個摩，可以為身體充下電。呢個係雙人嘅 SPA 房，乾淨企理。仲有4人嘅足療房，就算同屋企人或者朋友過嚟都唔需要分房。入到去嘅環境好雅致，用嘅毛巾、衣服都放喺消毒櫃裏邊。望一望呢度嘅淋浴間，有齊沐浴露、護髮素、洗頭水。而另外一個大家關注嘅問題就係洗手間，呢度都係用座廁，環境好乾淨。提供呢一種棉質嘅按摩服，着上身好透氣。一客一換一消毒嘅毛巾，仲有一次性嘅拖鞋、養生茶。首先朋友做過90分鐘芳香精油 SPA，309蚊。首先師傅會鋪好床單，開始嘅時候會用手開背，先按鬆肌肉，會問下你力度夠唔夠，好貼心。之後就會用精油做肩頸 SPA， 呢段時間好正。首先師傅會用指壓加精油按摩肩頸膊，呢個位置係風池、風府穴，可以話係人嘅開關掣，按鬆咗呢度，而呢個穴位對預防感冒好有幫助。又或者成日低頭撳手機，感到酸脹痛嘅話，按下就會好舒服。之後就做腰背精油 SPA， 用手掌同埋指節慢慢推腰背經絡，令到個精油可以滲入到皮膚，暖粒粒。推到腰間嘅時候真係好舒服。用嘅手法唔會用死力，會用柔力按穴位。順住肌肉嘅紋理去走，按中穴位嘅時候有啲酸酸脹脹，但按鬆咗就會好舒服，成身都好放鬆。而做 SPA 嘅好處可以放鬆肌肉，因為成日坐同埋望電話會令到肩頸膊痛。
腰背僵硬，做 SPA 嘅時候就可以舒緩到呢啲嘅情況。精油加按摩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改善到一啲手腳冰冷嘅問題。全程嘅環境好安靜，加上精油嘅香味，令到身體同埋精神都得到放鬆。但係記得按完之後唔可以即刻沖凍水涼，因為精油按摩完之後個毛孔會打開，沖凍水涼就好容易會入風。最好要隔1個鐘頭先至可以沖涼，同埋有時做 SPA 嘅時候唔好食得太飽，最好喺食咗飯之後1-2個鐘先至去做按摩。如果有傷口或者有傷患嘅話，喺按摩之前一定要同師傅講，等佢可以調整手法，跳過相關嘅位置，最後會按埋腹部，輕輕掃個腹部，可以幫助腸道蠕動。平時消化唔好有胃氣嘅話，做完呢個步驟就會舒緩好多。最後會按埋四肢同埋頭部，令到頭部放鬆。做完 SPA 之後，成個人都好放鬆。而我就做過足療80分鐘，當中會包埋肩頸膊嘅按摩，214蚊。首先會浸10分鐘腳，而呢一度咧係用自來去水，就唔使將水桶搬嚟搬去。可以揀肉鹽、牛奶、艾草，我就揀咗牛奶，浸隻腳落去，真係暖粒粒。喺浸腳呢段時間，師傅會按肩頸膊，原本條頸好繃緊，一陣間就已經按鬆咗。師傅用嘅手法，用油力按中一啲穴位，會有酸脹痛嘅感覺，同埋一啲拉筋嘅動作。而拉肩頸膊嘅時候，動作夠晒柔軟，但係又有力，唔會令到你好痛。喺浸腳嘅期間，按肩頸嘅時候，成個人都好放鬆。當浸完腳之後，就會做足浴。師傅會用蛇油膏按腳部嘅穴位，而按腳部嘅穴位可以促進到循環，因為腳部係人體嘅反射區，按嘅時候可以促進血液循環。尤其是平時手腳冰冷，做完之後會暖粒粒，亦都可以緩解到一啲疲勞。如果行街行咗成日或者企得多，按完腳部之後嘅肌肉就會放鬆。而且腳部嘅穴位按通咗之後，當晚都會瞓得好啲。同一樣道理，如果做腳底按摩嘅話，最好隔1個鐘頭之後先至沖涼，同埋最好先食咗飯1-2個鐘頭先至去按。最緊要就係多啲飲水，因為按摩完之後會促進新陳代謝，飲多啲暖水可以幫助身體排廢物，效果會更加好。另外會加個彩耳30分鐘，94蚊。當瞓低之後，師傅會消毒好工具，擺放好，會用電筒望一望耳道嘅情況，聞下耳仔有冇唔舒服。之後就會用羽毛輕輕掃過塊面，刺激一下面部同埋耳仔嘅神經。個過程會酥酥麻麻。之後就會用耳戳清理耳道同埋啲耳垢，個動作好慢，好小心。再用鵝毛棒輕輕掃走耳道外圍同埋耳垢、雜塵等等，成個過程酥酥麻麻，亦都會用生理鹽水軟化耳道嘅耳垢之後再清走，再用羽毛棒、震子等等輕輕刺激耳道周圍，再按一按太陽穴等等。其實一開始採耳嘅時候都會有啲緊張，驚啲工具入到耳仔時候會痛，但係當你瞓低之後，聽到啲輕輕嘅聲音，加上一啲酥麻感，成個人就會放鬆。清潔完耳道之後，感覺耳仔通晒，聽嘢都清晰啲，成個過程舒服到瞓得着。而採耳嘅好處，平時自己清理唔到耳道入邊，仲可能有時將耳垢越推越深。有師傅採耳嘅話，就可以清走耳道裏邊嘅耳垢、雜塵，可以避免到耳道堵塞，亦都可以舒緩到耳部嘅不適。如果耳仔有啲悶脹感、聽力變蒙，可能係耳垢積聚咗太多，採完耳之後個問題就會改善，同埋可以放鬆神經，因為喺耳道裏邊布滿咗好多神經。輕柔嘅採耳動作可以刺激到神經，緩解到頭痛、失眠，仲可以放鬆到情緒。但係提一提，如果採完耳之後唔好即刻自己走去撩耳仔，因為採完耳之後個耳道會比較敏感。
如果自己再挖耳仔嘅話，就有機會傷到耳道嘅黏膜。好啦，按完坐完乳好舒服，隻耳仔酥酥癢癢嘅感覺，成個人精神晒。師傅手勢真係好舒服，我成瞌着咗頭先，太舒服啦！而家咧可以換埋衫咧，就出去食翻碗糖水同埋生果。咁出邊都會有西瓜、哈密瓜等等嘅生果。按完摩之後咧，食翻碗雪耳紅棗羹，好潤。整體嚟講，D 出口行過嚟5分鐘就到，環境新又夠乾淨。一房一客一消毒，令到人放心。加上師傅好有禮貌同埋經驗，下次經過蓮塘想做個按摩 SPA， 不妨試下木島影院竹道。好啦，今日影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，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。最重要就係留言同埋分享埋俾朋友，撳埋我鐘仔，當有新片出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約定你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拜拜。